哥林多后书第12章。虽然此话无嘛个利益，总是爱夸口，还是无奈何的。爱的确爱讲起主书本爱的意象老启示。爱的有一个属基督的人，14年前，他所提到天堂的最高一层去。爱唔知他是肉身上去，也是在意象中上去，只有上帝知。我再讲一摆，我确实地两个人所提到乐园，我唔知佢喺肉身上去，也係在意象中上去，只有上帝知。在嗰位，佢聽到無法度表達嘅話語，人做唔得說明嘅事情。論到兩個人，我愛誇口，總係關係我自家，除了我嘅軟弱以外。我就無嘛嘅好誇口，其實我就是誇口，也唔算係鹹扯，因為我所講嘅係事實，總係我無愛誇口，免得人將我看到太高，超過佢哋在我身上所看到也係聽到嘅，為到唔愛本我，因為得到按道特別嘅啟示就撒屁，有一件呢咧。觸得我嘅身體，像係本撒旦嘅使者產生一樣，使我唔敢驕傲。為到兩件事，我是300求主將兩日嘅幫貼，總係主恩我講，我嘅恩典哪兒用？因為我嘅能力係在人軟弱嘅時完全顯明出來。因為咁樣，我特別歡喜誇口我嘅軟弱。好本基督的能力臨到我身上，為到基督的緣故，我歡喜忍受軟弱、侮辱、困苦、艱難、和迫害，因為我某個時節軟弱，某個時節就堅強。我本來應該得到你哋嘅稱讚讚錯，總係你哋被我做惡的，就算我無某個了不起，我還是無數本嘅道所謂嘅超級使徒，在二道當中，我已經用最大嘅忍耐，通過神蹟啟示老太能，將我使徒嘅身份證明出來。除了我唔是上做二道嘅重擔以外，請問二道有哪點數本派嘅教訓呢？因為我對二道暗無公平，請原諒我哦。兩下我準備愛第300去訪問二道，我唔會上做二道嘅重擔，因為我所愛嘅係二道，唔係二道嘅金錢。世人呢本來就唔是奉養也愛真愛養育世人呢。為到二道嘅靈魂，我甘願付出我所有嘅一切，甚至我嘅生命。敢講我越想二道，得到二道嘅愛錫，就越受希望。咁樣二道愛承認，我無上做二道嘅重擔，總係還係有人講，我係用詭詐嘅手段來怪二道。我派去二道幾位嘅人，我感受利用佢道來騙二道馬嘅毛。我鼓勵提到去訪問二道，還派一個兄弟衝下去。提到是騙二道馬嘅毛，佢老我所做嘅，統計敢唔係窮樣嗎？二道嘅行事敢無窮樣嗎？二道一出繞道，二道就係咁樣為自家辯護嗎？事實唔係咁樣，在上帝嘅面前，二道係講基督愛二道講嘅，親愛嘅朋友啊，二道所做嘅一切，無一樣唔係為到愛錯超二道。我驚怕我許多嘅事，發現二道無符合我所希望嘅，二道看到我也無符合二道所希望嘅，我也驚看到上漲、嫉妒、太發現、此時誹謗、講人嘅是非、自高自大、鬧混亂，我也驚下一擺去嘅事，我嘅上帝會使我在二道面前連頭拿都扛唔起來。
我會相信劉牧直，因為青島以前犯罪嘅人還係無悔改，佢哋所行嘅污穢言論流荒唐。